2000年，在中韩日三国戏剧节上，三国艺术家合演朝鲜族爱情史诗《春香传》的经过。当时的剧协副主席徐晓中在全国的艺术剧团里大力推荐浙江小百花越剧团作为中方的参演代表。而《春香传》这个地老天荒的爱情传奇里，小百花的抒情唯美再一次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我觉得有这么一个机会融在这么一个戏剧环境当中，我觉得是莫大的幸福。那个场合真的也非常难得，也不太可能的哈，在戏剧界也不太有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场面的情景。然后呢，我们的越剧呢也特别亮丽，那一批小姑娘啊，10个那个村姑啊跳出去的那个踏歌一样的跳出去，然后跟陈飞2个人就是青春少女嘛那种，刚好演那一格是最美好的2人一见钟情的那一个，也是越剧最擅长的那一手亮出去，然后演的那个韩国挺轰动的，然后谢幕的时候全是旗袍，他们都没想到出去谢幕，那是掀起一个高潮，哇，都是掌声雷动。因为当时他们没想到，本来是我们全部穿戏服谢幕的，然后我们有准备，全把我们女儿装着，男的演的就是一身旗袍，然后前面陈慧琳、严家那个红英、江瑶我，各式各样的旗袍颜色，然后后面的那个8个那个就是伴舞的那个小姑娘是异色的那个花旗袍，非常的漂亮。一出去对韩国队，然后韩国的他们那些剧团的那些唱剧那些演员啊，坐在边上盘着腿，拿着个手机在录音，录音录好以后再给家人看，家人听。中国的越剧挺优美的，这样子在边上，那我们也挺感动，因为我们第一次到韩国演出嘛，他们挺接受的。舞女拜寿里的狠毒大女婿邵燕出演多情公子李梦龙，吕派花旦陈辉玲扮演美丽的痴情女子春香。导演杨晓清以他擅长的诗画舞台风格，打造了一曲如梦如诗的爱歌。这是一个人所熟悉的小百花式的唯美故事。稍稍有点不同的是，这个故事里没有毛微涛。在过去的10几年中，小百花几乎所有最唯美的故事里，毛微涛都是舞台的中心。而在这几年里，毛微涛已经不知多久再没有为观众讲述过纯粹唯美的故事。戏园子很大，小百花是其中的一朵奇葩，春去秋来，一晃竟20载。百花怒放，艳艳，那是可爱的姑娘们；满头银发，慈祥和蔼，那是昔日的园丁们。他们为神秘而优美的东方越剧吐露芬芳。人们都说浙江小百花越剧团是最美的。从1984年诞生之初开始，这个汇聚了江南灵秀之美的女子剧团，以诗一样的唯美舞台，讲述着她们的美丽传奇。从清丽凄婉、字字情泪的陆游与唐婉，到浪漫唯美、佳期如梦的西厢记，在人们心目中，小百花俨然是爱情故事的最佳代言。如果要倒溯回去寻找那些唯美的旧影，时光曾经停留在1994年。这一年，小百花10岁，毛微涛32岁。在小百花的舞台上，他已经演绎完了他所能想象到的几乎所有最深情唯美的故事，也包揽了一个戏剧人在中国戏剧界能够获得的几乎所有奖项。青春与辉煌定格在一台叫做《蓦然又回首》的毛微涛个人艺术专场上。在这台由8个折子戏组成的专场里，北京人艺的话剧演员濮存昕穿着西装，
给台下那些不耐烦的老太太们絮絮地讲毛维涛每一个角色背后的心情故事，而更多的人则在努力地猜测着专场为什么要以那样一个形式呈现，那些心情故事的背后到底包含了什么。专场里的10年是毛维涛的10年，也几乎是小百花的10年。开始于邹世龙的纯情，成熟在陆游的忧郁伤情，浪漫唯美在《西厢记》里达到了巅峰。而巅峰之后呢，他们要往前走的下一个风头到底在哪儿呢？过去的舞台艺术大家都知道一桌两椅，表演的程式化，基本上是以声腔为主要的流派代表，特别是越剧。京昆还可能就是说有其他的元素，一些表演的元素啊。越剧几乎就是以声腔来替代这个流派的特征，而表演是几乎是作为辅助作用的。而我们今天的越剧已经发展到就是一门非常综合的艺术了，编导音舞美的介入，它已经真正的接近了一种戏剧的本质，戏剧的本体。那么演员在台上，他不仅仅是塑造音乐形象了，他塑造的是一个特别有个性的人物。这是20年后的毛维涛回答10年前的毛维涛。当时他也许不曾想得这样清楚，更不会知道为此他将要付出多少。1997年，杨晓青离开了浙江小百花越剧团。他和毛维涛这对共同创造过无数舞台传奇的黄金搭档，结束了他们亲密无间的合作时代。这是一件曾经让无数人感到难过的事。毛维涛和杨晓青是小百花这10几年艺术历程最重要的缔造者，缺少了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那方记忆中的舞台都不再完满。而对于花儿们来说，杨晓青更是所有人的杨妈妈。我觉得
我们很多小百花的演员的成长跟杨老师是分不开。我们都叫她杨妈妈，然后呢，她的排戏呢，其实她就是那么一个人，就是只要她想排戏了，她就根本忘记时间。艺术就是那个陆游堂玩的彩排，前几天从那个合成一直到彩排，一直就我们演员还后进一点，他们前面先装台嘛。那些就是来帮忙的临时工啊，他说我们都顶不住了，就倒台能在边上睡一会儿就睡一会儿再起来。他说这个导演那么小，一个50几岁的快60岁的一个女人，他就问他你是什么变的？是妖怪吗？就这样子一句话。他说他怎么可以不睡觉，然后还精神那么好的？我的好几天都真的没怎么好好睡觉。他说都不知道他那个精力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就这样子的。那时候还经常去他们家蹭饭吃呢，是吗？对，他对我们就是像无微不至，就像小孩一样，关心小孩一样那样。因为他演员出身嘛，很多动作会示范给你看不管小生花旦老生他都会示范的，所以他演着马上可能演员非常，像我们初级的演员来说啊，杨老师排得非常好，他能让你理解，能懂得他的意思是什么。所有的往事都只能化作一声轻轻的叹息了，因为那些遗憾和留恋都抵不过一个现实，在达到西厢这个唯美高度之后，那对曾经的合作伙伴在艺术上已经不再同步。西厢记以后，小百花到底往哪里走？当时也有一段时间是有点有点怎么说？可以说从现在来看，有一些下面摸不着了，到底往哪里走？大家压力都很重。其实这个时候，毛维超其实已经提出一个问题，他就是在题材上，他要改变就女子越剧的题材的领域。其实这是一个切入点，就是在你如果这是西厢记、梁祝、红楼这个层面的题材，你再做的话，也许我们就做到觉得已经找不到路了，好像已经做的差不多了。但是后来毛维超那个时候就在寻求想，他当时提出来想演兰陵王啊，还有俄狄浦斯王啊，我当时就觉得有点可怕，我想怎么好有点，我想这样的题材越剧受得了吗？好像太西方了啊，或者那兰陵王当然是东方的，但是是不是太雄性了哈？女子越剧是不是？反正当时我的思维是跟不上他，我是没有要想到去搞俄狄浦斯王，或者是我最多大概可以想到搞王之富雷击之类的哈，可能还，但是也没有去实践。我当时真正赋予行动的，我自己在剧目当中再去策划的，我就想搞一个新版的，搞一个越剧版的《牡丹亭》啊，搞一个新版的《梁祝》啊。我曾经是这样努力过，然后他夸的效果比较大，然后我就又觉得自己有点跟不上，那么就有点观望的态度，就是看他到底想弄个什么。离开的阵痛，当时的彷徨，经过岁月的挤磨，变得澄澈起来。而艺术的实验与探索，尽管还没有到为他论定成败的时候，但在跋涉途中已经开始逐渐显露出它的意义。顶着这是否还算是越剧的质疑，96年的《韩情》犹如一道横空出世的闪电，劈开了拢在小百花舞台上的那片浪漫柔美的云雾。就是它是一种思维，创作思维的一种另一个层面的创作思维。
那我们这一代导演，也许就是当时是不要说能够自己去驾驭这些思维，他可能还没有进入，还读不懂。我连这个剧本都没读懂啊！后来我看了以后，我慢慢的才知道，真正大写意不是说一个具象的剧本，你自己抓一点手段去把它变成大写意的，不可能，那是一个拼盘，一个拼凑，它还不是一个创作思维上的真正的转换。那么你从一个具象的剧本，这种创作思维要到意象。这个创作思维去，那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好像是应该是一个，又是个里程碑，就是应该是又是一个大的突破，又要上一个台阶，也就是说，它的文化定位上又要上一个很大的台阶。那当然，这以后我因为也不在小百花堂工作了，这以后我自己也是去努力，我尽量去往大写意走，往意象对意象空间的认识去走。等到一旦有了认识以后，我觉得做那些创作的那个领域啊，又是豁然开朗，又会有一种新的这种创作的激情会产生。后来毛维涛成立了自己的戏剧工作室，2年之后坦然地剃了一个光头，带着他工作室的第一个作品《孔乙己》到北京演出。这时候小百花不再是他唯一的舞台，毛维涛在《孔乙己》里到底寄托了多少，或许在一个小细节上就足够反映。其实我这次演这个戏也可以戴着假头套，试过几次，而且请的上海最好的师傅做的，应该说效果也不错。但是化妆师、导演，我们在一起看这个造型的时候，觉得好像中间隔了一点什么，隔了一个就是毛维涛既然要依破自己原来那个形象去演一个孔乙己，这个中间我觉得好像有一个障碍。那么假如说剃了光头了，彻底的就说让自己就是一次全新的一次造型的话，我觉得我跟角色更贴近了。尽管依然有人质疑孔乙己不像越剧，比起韩情来，孔乙己所引发的争议文化含金量有了很大的提高。大气磅礴的舞台呈现，深邃厚重的文化思考，让孔乙己赢得了更多精英知识分子的关注。孔乙己，我也考考你，为什么一个位置要有4种写法呢？这个清长搞来。空门子也素一位，清水台外苦菜，人家朝阳满落位，小龙堂里来来回回来有呀喂。因为这小龙堂这圈子挖出来，这个位置四面不通。小孙，记下来，这个第2个位置呢？天上忽人交为罗，火光涌涌神烧山，为罗自在求生路，王子巧口逃出来嘛，逃出呀嘞。对，这个位置啊，要留一个出口，趁啊，这真到出来吧啊！好哪里2个位置呢？那第3个位置呢？这第3个位置就是你天天要用的。你回到家里去困觉，不来不低也不高，打上一身小皮，回来回去准备好嘛，准备呀好。我这个小气嘛！第4个位置呢？有时候是时候，且听小为分解。我早已说得一清二楚，作为
请下为凤姐，这的是故为是凤姐吗？就是你红衣金他一定一公我日。就在这一年，毛维涛做客中央电视台1套的《东方之子》，接着又接受了《今日先锋》杂志的访问。这本杂志上出现过的戏剧工作者，在他之前有北京人艺的林兆华，有著名的先锋戏剧导演孟京辉。毛维涛是作为粤剧演员甚或戏曲演员的第一人。这个信息至少表明，或许毛维涛离他对粤剧的梦想还很遥远，但粤剧距离现代戏剧却越来越近了。舞台也不再是艺术探索的唯一领地。我们能否就是在中国戏曲舞台上，在粤剧的舞台上塑造一种写意的诗化的象征的这样的一种表演风格，这是我想去追求的。因此就是说我的表演里头，可能现在的观众都会关注到我除了流派唱腔，除了音乐形象的塑造之外，我每个戏当中都会建立属于这个戏的一套演剧风格。到了就上个世纪90年代的中后期，多元文化的这种冲击，使得戏曲艺术粤剧它突然处在一个非常边缘的一种状态。好像都市人对传统文化，只要冠上一个传统文化，就几乎它就是一个被淘汰的东西。人们追随的那种时尚，那种快餐文化，使得对真正的这些像经典的东西，他不感兴趣了。他觉得这个东西太奢侈了，对他来说，他消费不起。所以粤剧突然之间变成了一个，就是说特别处在边缘的、被人冷遇的这样的一个艺术门类了。那个阶段确实要守下去挺难的。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我就想就说走出一条新的一种创作的运作的机制出来。所以我自己第一个我站出来，我说我想辞职，我想离开小百花，我要组建毛维涛戏剧工作室。接受团长这个工作到现在已经5年了。这个5年对我来说真是非常的感慨，非常的艰难，所以我可以用4个字来给它概括。为什么这么说呢？作为演员，我现在是一个最黄金的时候。我现在是我的人生阅历，我的技术准备，我的身体状态等等情况都是最好的时候。我们回顾去看老一辈艺术家，差不多都在30、40岁左右，是最出彩的时候，最有闪光的时候。而我在这个时候，我要有50%的精力去分给管理、分给行政，这个对我来说太残酷了。不知道团长毛维涛会不会怀念他那无忧无虑的明清时代？那时候他也许没有这么多机会可以用实践来一一印证他对粤剧的多方位思考，可同样他也没有那么多千头万绪的团务要处理，没有那么多艺术以外的事情要面对。我们去年就是搞内部机制改革的时候，很多演员不理解，特别是主要演员，他们就觉得一下子冲击了他们原来的那种定势。其实我觉得并没有改变，因为我自己的理解，我觉得改革一定是为了改得更好，为了改出人出戏出效益。假如说改革之后说人也分流了，人也没有了，人才也没有了，作品也出不来了，也谈不上任何效益，那这种改革是徒劳的。改革是如此沉重的一把双刃剑，多少利益纠葛，多少往事情感，就在那把剑下。它的残酷，只有身临其境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到。在艺术上向来是一往无前的毛维涛，面对着这种残酷，也禁不住感到了彷徨。我们是双向聘用的，
我们可以聘你，你也可以选择我们。那么这种改革当中已经发生很多人事上的矛盾，特别是我这个双重身份呢，就是说又是团长又是演员，我又是跟他们大家姐妹之情一起长大的。这个时候我就希望我的那些老姐妹们，就是说该把我当团长的时候就把我当团长，该把我当姐妹就把我当姐妹。而可能出现的情况会，该把我当团长的时候呢，把我当姐妹，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啊？真正要该把我当姐妹的时候呢，又疏远我了。你是团长，我不想跟你谈。就这个时候就让我特别有压力。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已经做到最极限了，我可以拉下毛维涛自己的所有的尊严。我也是个角儿，我干嘛要来跟你们沟通啊、祈求啊？就是05年开始，就是说我们进一步的深化体制改革的工作马上就要到来。小百花可能面临的是新一轮的真正的体制改革，就体制上的改革了。我坦白讲，我现在还没有做好思想准备，我的心理准备还没有做好，就是说我也许我会接受做下去，也许我不接受了。真正的改革真的是要见刀刃的。我怕我自己心太软，我下不了手。但是如果你下不了手，你于这门事业，你于真正的改革，你就做得不彻底，你就无法真正做到就是说改革最后要想达到的这种效果。所以我在犹豫，我还没有想好我到底要不要干下去。有一天我要想好了，我能承受这份压力了，我能够让他见刀刃了，我可能会接受做。如果我觉得我也想逃避了，我不想做了，可能我就会辞掉这个团长，我就可能就不干了。想要放弃，也许只是一句气话，也或许毛维涛真的觉得累了。一个人的困惑和追寻，是否就是人们想要走去的越剧和小百花的彼岸？2003年，新版陆游与唐婉入选国家10大舞台精品工程。毛维涛和杨晓卿在事隔几年之后的这次重要合作，在那个经过重组的舞台里显出了别样的意味。在这10年里，不同的人都在以各自的方式思考。纷争的根源，也许是因为所有人的思考没有得到过真正的调和，而这一次平心静气的沟通融合，彼此的扶助与体恤，比那个诗意精致的舞台更值得人们反复品味。唯美是不是真的已经到了不可逾越的巅峰？现代越剧到底应该以一个什么样的形式存在？小百花究竟应该走到哪儿去呢？当探索还在进行的时候，谁也不能对一切给出肯定的答复。我们可以做的是汲取那些在跋涉路上的人们所有的艰辛和坚韧，给予他们更多的体谅和祝福。第一题，《春江传》中梦龙的扮演者是谁 ？A. 邵燕 B. 江瑶。第二题，浙江小百花越剧团入围首届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的剧目是哪一部 ？A.